后来继续来看，这件是警察防攻击的事件，发生伫苗栗。有一个男子早起7点外举刀弄入去菜市啊，要甲摊商借手机啊，讲要找人讨销。民众看伊举刀，马上报警。警察赶到场，嫌犯也是无愿意甲刀放掉，远警就甲喷辣椒水。双方伫对立的过程中，男子出手攻击警察，其中一个警员头壳和划一棱10公分长的刀伤。另外一个远警看到，马上开2枪来反击，结果1枪弹到嫌犯的胸坎啊，嫌犯死亡；另外1枪弹到现场一个协助掠人的民众的手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市场内有真侪人，一个远镜，一个椅仔顶，头壳甲面拢是灰。有乡亲赶紧用面部甲耳孔喙，另外一个人就伫边仔，和几个远镜包围住咧。伊就是举家私犯案伤警察的姓蒋的查甫人。苗栗南寮市场早起7点外发生严重的代志，姓蒋查甫人入去市场内，敢若是要甲民众借手机啊，一个借无成尔就唔走啊。民众看伊手举家私，赶紧报案。2个远警接到消息，赶到现场，先要求伊将家私放掉。掩过这个查甫人唔听，进行远警，先对伊喷咸酒仔水。过程中，这个查甫人冲进前，远警先退后，其中杀了1岁姓朱的远警，敢若是无小心绊倒，这个查甫人趁这个机会就甲攻击，造成姓朱的远警头壳有受伤。另外一个远警看情形不对，随开2枪，其中一发拍到这个查甫人的胸坎，送医急救嘛无效；另外一发拍到热心民众的倒手电。进来站着，然后要给我老婆借手机，他说他的手机没电。我老婆手机不借他，他刀子就拿在手上了，就蹲在我那个摊位，打电话报警叫管理员来。他说要找人要讨钱，从这边跑过去。警察他看到退后，结果跌倒嘛。跌倒，他就把他杀下去。跌倒，他就拿刀杀警察。目前2个人伤势，31岁姓朱的远警，倒边头壳遐甲头壳顶分别有7公分甲10公分的空脆。热心民众55岁这个罗先生倒手受伤，拢伫病院里治疗。且随即为了维护自身安全，对他击发2枪，伤者均送医院救治，目前均无生命危险。警方讲，远警甲热心民众目前拢无生命危险，是讲这个姓蒋的查甫人，敢是真正为了借手机啊去讨钱，举家私入去菜市啊，搁抬伤远警，详细犯案动机还搁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